报道。 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统计，今年有7%的毕业生要就业，创下5档来新冠纪录。不过，目前约有1900多间企业，拢总15000多人咧休无薪假，其中是资源服务业上多。劳动部认为，欠工已经是台湾长期爱面对的问题啊。企业若是要实施无薪假，就一定爱斟酌。 用英文自我介绍，展现家己的外语能力。伊是伫要为器官研究所毕业的郭同学，今年3月报名金控集团的土地干部，一路过关斩将，为600人当中录取，到还未毕业都摕到录取通知书。后个月正式投入职场，月薪有7万起跳。 外语的口说能力，那第二个是逻辑思考，你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看完个案，并且和同组的组员讨论。那同时要展现你的团体合作能力。拄是6月毕业季，一寡毕业生当伫准备迎向新的未来。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统计，有7%的新鲜人有意投入就业市场，将近5年来新高。准备进入职场的新鲜人内底，有6%5已经开始找头路。 上想要投入产业是资讯科技、政府团体、媒体出版，也加金融业。平均期待薪资是35186块。调查内底嘛，看到新鲜人待业期差不多是40.8天。很多人可能会想说，我等毕业之后再来展开工作，但是可能你就要必须面临说已经毕业了，但是还没有找到工作的空窗期。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呢，新鲜人尽量是在可能毕业前3到6个月就可以开始准备你的履历了，可以及早卡位。 这是伫大定新鲜人要投入就业市场的时阵，劳动部原来公布上新的减班休困无薪假的统计，实施间数是1983间，人数是15707人，其中各以资源服务业1001间上济，制造业原来有325间7000多人。 看到在资讯电子工业的2家各100多人的厂商通报进来，资源服务业这一块比较是旅行社。我们目前来讲，团客的部分有一些厂商做一些特定地区、大陆地区的这些团客的，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恢复。 劳动部认为，即马是毕业旺季，也是各产业研究人才时间点。欠工已经是台湾爱长期面对的议题。虽然厂商会面临短期的景气变动，不过若是新鲜人早拄啊上班就拄到减班休困，一定会影响到就业的稳定。建议企业实施无薪假进前，一定爱三思，以免影响到整体研究人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